穆寒雨，既然答应了跟我一起完成契约，想反悔就要接受惩罚。你有病吧？松开！热吗？你要是受不了，求我就放过你。你想让我求你，你休想！你不就想跟我玩吗？我陪你玩，就这点温度还不够。希望你一会儿也可以这么随意。马上这里会变得越来越热，小心会被煮熟哦。好好享受，别傻了，你逃不掉的。知道自己错哪儿了吗？我就觉得你很过分。现在跟我认错还来得及。你这么折磨我，不就想让我跟你认错？我玩得起。好，有骨气。你要是现在跟我服了软，我还觉得没意思。小莫，你赢了，我输了。现在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吧？我错了，求你。你说什么？我可听不清。我错了，求你。再说一遍。我错了。那是不是现在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？站起来，往前走2步，转过来，跪下。醒了？做噩梦了？你一定是做噩梦，出了这么多汗。来，喝杯茶。你弄的梦。你自己做的梦，可不要怪我。我刚刚一直在沏茶，我听见你不停的在说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。”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是说给我听的吗？小莫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太过分。
说说嘛，忘到什么了？我忘了，哦，完完全全的忘记了。记性这么差，那更要喝杯茶了。不喝了。是不喜欢我今天的茶艺风格？我喜欢很多种风格，但是不喜欢你今天这种。我看你是大梦一场，失去判断了。你很自信啊，你觉得你很懂感情，所以到处玩弄别人。一般般吧，但起码比你懂。说说看，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，我都可以给你找。我这个人很公平，只要你帮我做事，我可以满足你的想要。行了，别装了。刚刚那一切都是你弄的吧？我已经对你手下留情了，只是在梦里给你点教训。如果不是项链保护我，你就会杀了我，对吧？对。你的眼里只有规矩。可是用这样伤害别人的方式去达到目的，真的是对的吗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分对错。夏沫，那你换一下立场呢？如果小妍也像你的族人一样无助，那你还会对他赶尽杀绝吗？我们不一样。是不一样。人是有情感的。小妍正在尽她所能保护她的爱情，爱是会让人失去理智的，你能理解吗？爱会让人失去理智。是，所以小妍她才会反悔。我希望你能理解她。那你呢？如果要让你听话，是不是让你爱上一个人就可以了？我说的是这个事儿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爸爸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心狠手辣的魔女手上，与虎谋皮，是不是错了？穆教授啊，又是你来干什么？我喜欢你呀。我们同病相怜，我知道你内心的痛苦啊。那些魔女都不是什么好人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吗？不要把我和你放在同一个阵营。在我看来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都这么主动了，你还要拒绝我吗？我的表现不够明显吗？确实，我的确不是什么好人。但正是因为有我的存在，魔女才不敢那么嚣张。你也知道，他们爱演戏。我的目的呢，就是刺穿他们的虚伪。明白了吗？你现在还觉得夏沫可信吗？关你什么事？兄弟啊，兄弟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女人有兄弟好吗？加入我的 team， 怎么样？不必了，我不喜欢偏激的兄弟。你不是比我更偏激吗？不然你怎么会研究针对他们的屏蔽器呢？你看，我这不就刺穿你了吗？我能看透夏沫，也就能看得透你。好好想想。你现在还觉得夏沫可信吗？来，田静，这边，入座吧。
哥吗？是。这位是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博士，年轻又有才。弟弟，你自己一个人吗？跟姐姐回家啊，我可以养你啊。靓仔，你这么帅，和我一起撸铁好不好呀？小哥哥，你可真帅了。哎呀，别不好意思嘛，跟我们聊聊天嘛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满意吗？满意，非常满意。什么时候能领证啊？就是交流一下嘛。够了，够了！你怎么这样？你病了吧？夏沫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不是你说，爱情会让人失去理智，随意被操控吗？我就等着你爱上别人，然后让你听话，继续帮我缔结契约。夏沫。哦，这里面的风格，没有一个喜欢的。你觉得我说那个爱是这些东西吗？好吧，姐妹们，不好意思了。哎，真是的，太扫兴。拜拜。你这样有意思吗？有意思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以为我说了这么多你会明白，但事实上，我们根本就达不成一致。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。表面上你给小杨带来了希望，实际上你给他带来了更大的伤害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在这儿活了100多年，早就看透了。我帮他们实现了愿望，怎么就错了呢？可是阿涛呢？他想不想忘记小妍？这真的就是他想要的吗？阿涛，是。如果他知道真相，如果他知道别人是用死换来的希望，他要怎么换？在说什么？我本来以为我们已经很了解彼此，但现在看来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喂，我是小妍的主治医师。小妍，小妍死了。小妍生前特意嘱咐我，一定要当着她的面把这个交给你。现在这个结果，你满意吗？他，你都还给他了，你怎么没告诉我？小木，下次还来，一起。我以为我说了这么多你会明白，但事实上，我们根本就达不成一致。我本来以为我们已经很了解彼此，但现在看来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小莫，小莫，小莫，你怎么了，小莫？
你醒了？我怎么会和你在这儿？你刚刚都吐血了，你忘了？是吗？是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应该是我更改了小妍的契约，遭到了反噬，导致了短暂失忆。没事儿，我现在不挺好的吗？真没事。真的。这个，送你的。我不需要。这里面有我的手机号码，你可以随时联系到我。是你需要联系我吧？你不需要我吗？我想找你，随时都能找到。好吧，我一般不随便收别人礼物，这次例外。哎，你会用吗？应该挺简单的吧。夏木，晚上你有时间吗？我没时间。这什么鬼地方？我发型都要吹乱了。你等一会儿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怎么样？不喜欢吗？你弄的？我弄的。一般吧。但这个你一定感兴趣，真的会喜欢的。啊，能看到银河，还能看到猎户星呢。你们那边是什么样的？和这里一样，很美。比你还美吗？唉，真羡慕你啊，寿命那么长，不像我们，不像烟花一样。谁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？说不定一个意外我就没了。啊？就像你们这里常说的，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夏沫，你说西游可以实现所有的愿望，是真的吗？只要你能支付同等的代价。能用我的命，就能换爸妈复活。夏沫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？可以。眼睛、描心、把心连成一条线，把他小人最讨厌的人，然后射出去，放慢呼吸，像猎物一样，用手射出去。可以啊，还不够，我一定要射死他。谁呀？惹你这么生气？啊？一个5年前就该死的人，他根本不配出现在这里。我看你生别人的气，我会嫉妒的。你应该想着我才对呀。你想让我把你射死啊？好呀。来呀，别怂了，来呀，来，往这射，狠狠的来，来呀，你快一点。
都查到了。哎呀，穆教授，原来你跟我是同一类人啊！三番两次的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没干嘛呀，穆教授，我就是帮你擦擦照片而已，别那么冲动。哎呀，穆教授，今天来呢，就想告诉你，魔女只会不停的引诱别人，包括你，为了就是跟你缔结契约，到最后呢？他要反咬你一口啊，穆教授，你怎么还信他们呀？啊？还是那句话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穆教授，我这有一个你5年前出车祸的视频，想看吗？看完你就知道，你相信夏沫的话有多么的愚蠢。好好看看。车祸是夏沫故意做的呀，为了就是让你父母付出生命缔结契约来救你，你傻不傻呀？啊？你现在也该相信我了吧？他们什么人啊？卑鄙！跟我一起。咱们一起除掉他们，好不好？你在干什么？消息不回，电话不接，你从我的手机就是个摆设吧？我很忙。我没看见。好吧，我找到了几个需要帮助的人，跟我走。别够，还有，以后进我家门之前，先敲门。敲门？这是我的私人空间，我喜欢一个人独处。穆寒雨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昨天还好好的。我没说明白吗？我喜欢一个人独处。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把你家门砸了。随便。穆寒雨，穆寒雨，敲门！我一开门就能去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，我还需要跟你交代？还敲门，哼，麻烦死了！敲什么门？我看呀，根本就不是敲不敲门的问题。姐，你越来越在乎他了。我在意他，我就是担心他影响我缔结契约。那你这么生气干嘛？我气的是他莫名其妙啊！前2天还跟我一起许愿，一副想要靠近我的样子。今天我去找他，看都不看我一眼，这么反复无常。你是说，他对你的态度变了？对啊，那我是什么？姐，这个就是他的手段呀。他故意制造落差，让你的情绪多变，为的就是更好的控制你和利用你。这个
这叫 PUA。PUA， 他不会这么做的。你的异能屏蔽器项目怎么样了？还在进行当中，已经差不多了。我知道你父母的离奇去世，让你认为这一切跟外星能量有关系，但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自己的执念而赌上自己的一生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教授，有的事情让它过去，是因为人们的绝望，没有选择，他们必须也只能让他们过去。怎么了？实验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教授，当年我父母去世的时候，是不是很痛苦啊？也难得你这份孝心，但仇恨解决不了问题。别让它妨碍你做出正确的决定。您是觉得我不应该复仇？您不觉得我现在跟夏沫交往，会对不起我死去的父母？过去的事情不应该成为你的枷锁。怎么，心情不好？嗯。说，如果两个人朝夕相处，是不是很容易产生感情？那有点看情况了。我第一次见你就无法自拔了。但是要换成你的姐姐夏沫，就难说了。可他现在天天和莫寒雨在一起，我担心。给你个惊喜，怎么样？惊喜？安娜，你怎么抓住他的？你怎么这么厉害？交给你。啊？夏心怡，你不得好死！可惜，你先死。你记着，你永远都不配当我们的族人，你就是个怪胎。怪胎，怪胎！只有你们都死了，我才能彻底摆脱你们。拖下去。我帮你杀这么多魔女，你可以多给我点奖励啊！现在要奖励，是不是太早了？说的也是，那你得杀完所有的魔女，咱们再庆祝也不迟。杀完所有，也包括我啊？你当然不在其中，你跟他们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你痛恨他们，你和我才是一类人。你放心，
你痛恨的人，我统统帮你铲除，哪怕是你的姐姐夏木，我也让你杀得痛快。我说过，你杀其他魔女，我都可以帮你。如果你感动我姐姐，我就让你下地狱。哎呀，开个玩笑而已嘛。我怎么敢动你姐姐呢？一看你生气都这么漂亮，我怎么舍得让你伤心啊？啊？是不是？我这次可是敲门喽。我给你买了早餐，有咸的、咸的、圆的、长条的。你又想搞什么鬼？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帮我找一个 J 组织的成员。你怎么突然想找那些人？我找到了这个人的地址，我要了解清楚这一组织的情况，我会报仇。我说了，没空。我再说一遍，没空。穆海云，上次来你就故意。当年他们缔结了契约，以命换命，救了我。你缔结过契约？没错。如果不是这场车祸，我爸妈根本就不会死。哦，所以你觉得是我故意设计的车祸？我虽然利用了你的贪婪，但我还没有卑鄙到要用这种手段达到目的。看你不相信我。既然如此，以后所有的事情我都会靠自己解决。为什么隐瞒5年前穆寒与父母缔结过契约的事情？我只是觉得那不重要。夏心怡，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
没有了。你最好没有骗过我。这件事情我会自己查清楚。韩宇，你找死！应该就是这附近。你来干嘛？不是准备空吗？我就做头路过。哦，这么巧。我是怕你再和上次一样，还有上上次一样，遇到危险。哎，为什么你每次都需要我保护？没有你，我也可以脱身。你的出现完全没有必要。是吗？当然是。好吧。你是不是保护我上瘾啊？是你求着我来的，你以为我愿意？你现在终于愿意相信我啊？相信我跟你父母的事情没有关系？要找人就快点，别嘀嘀咕咕的。你走慢一点。找人就快点儿。就是这。有陷阱。哎，等等，你明明知道这有陷阱，你为什么还往里走？你不知道吗？最高级的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。怎么？不敢？我们现在已经是猎物了，然后呢？等啊。等。你别告诉我你今天的计划就是等啊。夏沫，你最近是不是上网上多了？上网是什么？上网就是我送给你的手机上面那个上网。开什么玩笑？啊？我手机都用来给你打电话了。给我打。再说了，明明是你先踩过来的。是我踩过去的，那是因为你信心满满的说呀。你还记得你当时吗？你这么这么高，最高端的猎人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的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刚刚在下面？你记得你的样子吗？这样，最高端的猎人，我也忘了。人来了。说，这次老板又想怎么对付我？我都已经离开你们了，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？是你，夏沫。你知道我来找你一定是有事。我和你做个交易，你帮我对付 J， 我就能帮你实现愿望。可我现在都已经是个废人了，没什么可以帮你的。我只要一个他的地址。
心狠手辣。如果知道是我泄露秘密给你们的话，我就活不成了。你怕他，难道就不怕我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这么拼命也不过为了儿子，只要你能配合我，我就能给你想要的东西。你知道的，我可以。我给季先生拼命了那么多年，还断了条腿，结果呢，什么都没捞着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那还不如跟你合作一次，还能给我儿子留下点什么。决定好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没想到这对这么边缘的人都要派人盯着。他要是知道阿山对你透露的消息，那阿山就危险了。我已经让他们去了一个安全的地方，那里谁也找不到。你为什么要帮他们？我原本以为他只是为了钱与虎谋皮，但没有想到，他是为了儿子甘心冒险。对于你们而言，亲情的力量好像格外强大。你听说过一句话吗？神因为没有办法保护好每一个人，所以创造了父母。对我来说，父母就是我的保护神，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穆寒雨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夏沫，你怎么了？夏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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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夏沫，这些时间越来越长，都是你害的。不管是5年前还是5年后，你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？我害的。你不知道你父母临死前发生了什么吗？都是因为你，害得姐姐只剩5年的生命。你们要救自己的儿子，我们该怎么做？以命换命，用你们2人的性命为代价，换穆寒雨活着。契约一旦结成，你们会立刻消失，不许反悔。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你们还要继续吗？我们愿意以命换命，换儿子活下去。我们还要韩愈获得魔女族的力量，让她永远不会被你们伤害。你们太贪心了，竟然想让项链保护穆寒雨，该死！项链消失了。组长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夏沫，你就是新一任的组长，一定要找到魔女项链，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一定找回魔女项链。记住，只有5年的时间，否则你会受尸骨之痛，沉默致死。组长，组长。
我爸妈是为了我更改了契约，所以项链才认我为主的。不然呢？不然你认为项链为什么会保护你？夏沫是因为没有项链才变成现在这样的。老族长给姐姐下了诅咒，如果拿不到项链，姐姐就会死。那我要怎么把项链还给他？我不知道。也许只有你死了，项链才能还给姐姐。怎么，不愿意死？我姐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因为你父母的自私，你该赎罪。我见夏沫，但是我现在还不能死，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。就知道，滚！做不到就滚啊！别在这跟我演戏了，别在这碍眼。我以命换命，复活我爸妈，这样项链也能还给你，一举两得。这些菜熟悉吗？熟悉啊，我爸最爱吃。穆总，你可从来不请员工吃饭呢，是不是有事求我？我有私事，要出去一段时间。我这里有一些东西，这个呢是一个 VR 的游戏机，你帮我交给赵哥，他下个月生日。这2张票是给李李的。你怎么不自己给他们啊？这个是项目的合同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帮我打理公司。放心吧。开始吧。我要用我的生命换回我最爱的人，健健康康、完完整整的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契约已经结成。怎么回事？我要用我的生命换回我最爱的人，健健康康、完完整整的出现在我的面前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爸妈为什么还没有复活？你要复活你的父母，死去的人是不能复活的。可是你明明说过，无论是什么，你都可以实现。不包括复活已经死去的人。我找了你5年，你现在跟我说你复活不了？你冷静一点，我真的做不到。生命是不可逆的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！如果当时我保护好自己的话，他们就不会付出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我了。都怪我！你的父母是因为爱你，才会缔结这样的契约。
如果他们现在还在的话，肯定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只是想让他们回来，我不想他们用命来换我。我可以给你一个再见他们一次的机会。真的？真的。我还能再见到他。只有一次机会。就一次机会。我怎么去？爸，爸，真的是你们。对不起，儿子，爸妈没能在你身边照顾你。这些年，你过得好吗？是不是吃了不少的苦啊？我过得不好，因为我太想你们了。我想妈妈做的饭，我想陪爸下棋，我真的好想你们，我太想你们了。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我还是没办法把你们换回来。孩子，爸妈从来都没后悔过做那个决定。如果再来一次，我们还会那样选择的。不让你那样选择了。好好的活着，替我们好好的活着。只要你健健康康的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爸，我想，你可能需要一个人静静的待会儿。我跟你们缔结契约，到底是对的，还是错的？现在对算还有用吗？你怎么过来的？你推开门就过来了，我可是开了2个小时的车。那万一我不在呢？你知道吗？你走了之后，院子空空的，这世界上仿佛一个人都没了。
对不起。谢谢你，让我跟爸妈见了最后一面。我很想帮你实现愿望，但是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我真的很希望你能放下。正是因为你的帮助，我放下了。是我之前想要的太多了，所以受到了惩罚。我甚至都没有考虑过父母的想法。现在，我要带着他们对我的爱，活下去。你就是若依吧？若依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够把项链还给夏洛？项链和主人是生死契约，想要放弃项链，除非你死。夏木他知道这件事情吗？族人一代一代有过很多故事，但都打破不了这个规则。夏木明明知道这些东西，他还是选择了救我。孩子，夏木背负着守护全族的使命，可是为了他连命都不要。夏木已经做出了选择，现在到你了，你会怎么选？穆教授，现在有空了吗？我来了，我老师在哪儿？穆教授，这玩意儿真能屏蔽异能吗？你在夏木身上试过吗？你这玩意儿挺嗨啊！你想干什么？哎呀，老师，说吧，你想让我干什么？退嘛！你要早这么配合不就好了？这玩意儿太难操作了，你帮我打开。先放人。行，忘了吧。反正我已经达到目的了。对不起，儿子。爸妈没能在你身边走。这些年，你过得好吗？我过得不好，因为我太想你们了。你们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我还是没办法把你们换回来。原来这就是爱，为了爱的人可以牺牲一切。人类的情感原来这么无私。拿不到项链不会死。这一颗项链它代表着心意，最主要的是你不是喜欢吗？
夏沫，你那个长穆教授吗？他在我家里，你放心，放着呢。韩宇，打个招呼。夏沫，你千万不要过来啊！这里有异能屏蔽器，它会伤害你的。夏沫，夏沫，闭嘴吧啊！夏沫，你千方百计从阿山那里得到我的地址，再来找我吧，我等你，啊！夏沫，夏沫，你别过来！夏沫，这是陷阱！夏沫。